大家好，我係蔡師傅，今集簡單介紹下市區重建局嘅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啦。市區重建局咧就係一個半官方機構啦，咁由政府嘅資助去進行大廈維修嘅資助為主嘅。咁啊，第一個咧咁就係超過30年嘅樓齡咧，咁業署有一個叫做驗樓計劃嘅，去檢驗翻棟樓嘅情況啦。咁其後每10年咧就要檢驗一次啦。呢個公用維修嘅資助咧就係主要處理呢一個驗樓報告嘅。第二個咧咁啊就係每10年咧一個年期咧有一個進行保養維修啊。咁而第三個咧就係協助咧去招聘呢個工程顧問啦，同埋承建商去進行工程嘅。咁而第四個咧咁啊就係咧可以涉及嘅工程咧就比較多啲，包括埋斜坡、升降機等等。而第5個咧咁啊其實係家居嘅裝修啦，對象咧就係60歲同埋一啲傷殘人士咧，咁俾一個資助佢哋去裝修屋企嘅。而最後就係水安全嘅資助啦，咁之前介紹過咧，咁其實呢個就係做咗一個供水嘅檢查嘅，咁但係計劃咧就係屬於自願性嘅。希望今集介紹幫大家了解到呢啲資助計劃啦，拜拜。